美国地壳警告讲，这中共是一直咧对台湾发动秘密政治战的行动，要对内部分裂台湾。建议咱台湾都要加重对间谍的刑罚，嘛要加强监督官员甲立委去中国等等。陆委会主委柯世正就表示，会建立有效的手段来反制中共。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威胁愈来愈增加。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地壳的报告就警告讲，台湾面临着中共秘密政治战的行动，目的是要减弱台湾的民心士气，失去抵抗的意志，对内部瓦解台湾。因此，建议台湾要采取反制手段，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同时也要加强间谍的刑罚。我们也有17项国家安全的因应措施政府会来努力来维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韧性。报告内面讲，台湾应该强化监督的力量，针对现任加退任的官员、立委等人去中国，将有严格典型的审查制度，包括伫咧出发进前30天，要求因公开行程，禁止闭门会议。对此，民进党团表示，有提出国安法、陆海空军刑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修法，其中也包括立委到中国纳管，也过一直和在野的纳北用人数优势封杀。在目前连去港澳中管制了公务员，管制了军事将领，但是立法委员可以涉及机密如此深，却连报备都不能报备都不用报备。那这一个呢，在程序委员会被蓝白联手挡了数十次不要一直的在国内国人之中找敌人。美国智库这智库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我们的人民，民意才是我们最高的指标。3、2、1，启动。总统赖清德离国参加三军总编议上山会议，航空一下大楼落成启用典礼。讲到台湾拄到重大公卫事件，上山会议医疗量能是无法度代替，因此总统府主导的全社会防卫论性操演，27第一遍进行。上山会议也成立战争外科小组，随时支援操演。这一定可以增加后送人员的存活率如果有办法及时做这个处理，那后送的时候存活率就一定会增加。总统赖清德重申，替国军加薪水，和作战部队基层的士官兵加给上关增加到12000块，也再一遍希望在野党重新思考动山国防预算的影响，和国军上大的支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